陛下，高公公，这道圣谕什麼意思？好事啊，圣王爺，您沒聽出來啊？本王沒聽出什麼好意，本王聽到的是，母後剛死，他又要把玉環從我身邊弄走。聖王爺，老奴可把話擱在這兒，你啊，還是讓十王妃把這紙接了，違抗聖諭。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？你還是聽老奴勸你，先把這紙讓王妃接了啊！我偏不讓她接。王爺，這恐怕就不是接不接旨的事了，弄不好，這叫不識好歹呀！儿媳接旨，你敢？儿媳接旨。